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来到了马可福音的第1章21到45节。马可福音第1章21到45节当中，记载了许多耶稣他侍奉的事迹。他来到迦百农这个地方，在安息日的时候进入到会堂教导人。他的教导在这里记载说，他的教导很有权威。跟这些经学教士引经据典或是来自传统的这些佐证不太一样，他好像自己就是那个权威。当他说出了这些话，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，我们并不知道他所教导的内容是什么。不过，我们可以透过在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来认识、来看出耶稣真的就是那个有权柄的。因为在这段经文中，在会堂里面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。这个鬼附在这人身上，他竟然认出耶稣他是谁，而且他就在那里喊叫说，这个就是上帝的圣者。他马上被耶稣禁止，马上被耶稣从这个人身上赶了出去。耶稣他赶鬼是要救这个人，不只是要人不说出他是谁。我们可以透过接下来的经文就会发现，耶稣他医治西门彼得的岳母，让他能够从病痛中立刻好了起来，而且不用休养，他可以马上有能力恢复到正常的情况下，然后去服侍这些去接待这些客人。我们透过这些经文就会发现一件事情：耶稣他的医治是可以完全的，耶稣他的赶鬼也是可以立即马上的，因为他就是有权柄的那一位。而当他在赶这些鬼的时候，这些鬼其实都认出他来，而且都知道他是谁，都可以指出他是谁。可是耶稣却不要这么做，甚至在最后，今天经文最后面说到，当他遇到这个染大麻风的，他医治这个染大麻风的，他要这个大麻风被医治的人，他回到祭司那里，让祭司来分辨他是不是能够再次回到人群当中。而且耶稣要这个人不要到处去宣扬，到处去讲。可是我们透过这段经文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其实当耶稣他的讲到让人觉得很稀奇、很吸引人的时候，一定有人开始就会来跟随他。然后接着他这些赶鬼的事件一一的发生，这些名声或许不用人去帮他宣传，很多人都已经知道耶稣是谁。可是耶稣为什么不要人一直去讲说他是谁，或是也不要这些鬼去讲说他是谁呢？我们可以来想一想，是不是有很多的时候，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，耶稣他透过他所做的，让人去分辨，让人去看出他就是这位救主，而非一直说我就是救主，或者是我能够说出什么大道理来让人去相信他是救主。在马可福音里面，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，在接下来会越来越明显。耶稣他就像一个低调一直在不断的侍奉与神同工的人一样，甚至他的祷告，他不是在众人面前祷告，在今天经文当中，他在天还未亮的时候就到山上去祷告，跟上帝来连接。我们就会看见耶稣他在这整段经文里面，他透过他所做来表达他所是。而今天弟兄姐妹，你也能够透过你所做来表达你所是。你是神的儿女，你有这样的权柄，你可以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。而今天你若是相信的人，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临到你的身上，你领受这样的救恩，你可以活出这样的身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今天一开始，我们透过我们所做来表达我们所是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透过主耶稣你的作为，我们明白我们在主你的权柄当中，我们是得救的，我们是胜过那黑暗权势的，我们是能够在主里面得到完全的医治的。求主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天，让我们领受这样子的一个信息，透过我们所做表达我们所是。谢谢你的恩典，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在今天活出上帝儿女的身份。